衰老嘅挑戰同希望。人類對抗衰老嘅探索源遠流長。隨住生物醫學嘅飛速發展，我哋正逐步揭示衰老嘅本質。DNA 重新編程技術嘅出現，為延長人類健康壽命帶嚟前所未有嘅希望。呢項前沿科技結合人工智能，有望徹底改變我哋對衰老嘅認知。DNA 重新編程嘅科學機。DNA 重新編程，特別係基於山中因子誘導多能幹細胞嘅技術，展示咗逆轉細胞衰老嘅潛力。佢可以將成熟細胞種植為更年輕嘅狀態，修復累積嘅細胞損傷。呢項技術為再生醫學同抗衰老研究開闢咗新途徑，但佢嘅複雜性亦都帶嚟巨大挑戰。AI 喺重新編程中嘅關鍵作用。傳統嘅生物實驗耗時同成本高昂。AI 技術，尤其係機器學習同深度學習，能夠處理大量基因組、轉錄組同蛋白質組數據。AI 模型可以識別同衰老相關嘅生物標誌物，並預測最佳嘅再編程因子組合，極大加速咗研究進程。AI 仲可以加速藥物發現過程，篩選出能增強再編程效率或者降低副作用嘅化合物。透過分析複雜嘅細胞網絡 ，AI 有助於理解再編程嘅分子機制，咁樣令研究人員可以更精準咁設計實驗，提高成功率同減少資源浪費。從實驗室到臨床 ，AI 嘅推動 ，AI 喺個性化醫療領域應用前景相當廣闊。佢可以根據個體嘅基因組信息，定製專屬嘅再編程方案，極大提升治療嘅精準性同安全性。加速再編程技術由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。AI 嘅預測能力亦會幫我哋規避潛在風險。未來展望，延壽100年嘅可能。DNA 再編程同 AI 嘅結合，不單止係科學突破，仲係人類健康福祉嘅巨大飛躍。我哋而家就企喺一個新時代嘅門檻上，有望透過精準嘅生物干預，實現人類健康壽命嘅顯著延長。呢項研究需要跨學科深度合作同持續投入，一齊期待未來嘅更多進展。